順利執翻去啦。賽後落嚟第三組。安咗嘛？Set。以下係例子大會嘅宣傳。每位參加比賽嘅運動員可以獲得寶礦力水神一支，補充身體需要嘅水分以及電解質，幫助大家維持運動表現創新階段。根據場地地下停車場、場地地下停車場嘅寶礦力水特攤位換取一支。另外，寶礦力水特特設遊戲攤位，成功通過小遊戲可以獲得奧羅文斯人品、提升精神或者獲得低嘅乖乖大狗型人品。運動前打低可以穩定釋放能量，數量有限，送完即止。要試可以過埋欄啊！要試嘅。但賽嚟賓亦都有為各位運動員準備精美小